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今仔日，咱真欢喜，对台北的内湖、东湖来到台中。台中这是倒位呢？这是国立台中教育大学，而且呢，这个所在看起来敢若是体育馆，但是呢，伊的边啊，就是咱台中教育大学因的台文系的所在地的边啊，所以咱来大家因的地头来要创啥物？今仔日呢真特殊，咱有一个目的，要来检讨嘛毋是讲检讨啦要来看卖在2冬以来国家语言发展法到呾为止，咱的努力拍拼，拄着啥物问题，爱来解决啥物问题，做甲安怎？所以今仔日现场真欢喜，也有真关心咱台语文发展的人士社会人士啊，学生，也有囡仔班也有专家老师。那么首先呢，我来紹介咱来参与討論的老師，在我正手邊，咱的老朋友咱的台灣師範大學的即台文系主任柯惠如，柯主任。大家好。老師，互你畫一個大聲者來。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在場的各位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的地頭咱的地主啊，就是咱台中教育大學台語系副教授何信涵副教授。主持人你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是，咱破聲就吹落去那這兩位即愛真隆重來介紹，這是咱第一線的教育人員第三位是咱台中市南主國中教學組長陳興良。主持人、現場來賓、觀眾朋友，大家好。破聲吹落咱第四位，咱台中市河厝國小的老師，咱吳文柱吳老師。主持人好，以及咱所有台灣新眼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是。小等咱台語文協會人士也好，咱的即親戚朋友也好小等來，互恁有時間通來發問。但是這發問阮有準備一個歐米亞給，你有人舉手的，我就會發一個歐米亞給互恁。所以大家小思考者，小想者刷來，咱其實我相信在座的人攏知，2021年開始國家語言發展法就公布，2022的8月份就開始，國小、國中。咱的本土語言變做部定的語言，就要變做必修啦。這個必修到底是修甲安怎？現場教學的現場是有大家是感覺真好，還是有發現必須要改進？還是講迄體會是啥物？咱刷來看這個新聞報道，來了解這2冬以來咱做了啥物代誌。最近是毋是較流行飲料內底愛摻粉粿？隨後各間的學生當咧上台語課，上台語課的老師伊嘛是這間學校的國文老師。今麥大部分學校主要是鼓勵家己的老師去考台語認證，毋過老師講愛教台語，閣愛國本科，擔頭有影加真重。因為本科國文伊的教學的負擔其實係已經足重的，因為伊是愛考試的，所以佮去準備台語課程的時陣，我感覺確實是會有一個負擔佇咧。18年教育部修改課綱，針對本土語高中1年、2年逐禮拜必修1節課，高中增加必修2學分，對18-11學年開始實施。本土語新政策對公告到呾已經2冬半，台語師資敢有夠，有關受到討論。雖然教育部講會當甲別間學校合併台語老師，但是隨後各間的教務主任講，實際上真歹處理，因為若要合併，是倒一間學校愛負責開名額。占到他學校一個實缺，但係這個實缺一般學校都是希望聘的這個老師應該是嚟咱下來完全支援咱下的教學。學校要合併台語老師，上來開名額無好瞧，事實上連台語老師都真歹找。是到第5擺，老師才來，就再找一個。因為本土語是自由選課，佮加上即馬囡仔生了少，點數班級少，無夠時數。
大部分学校唔加聘台语的正式老师。台语师资培育速度嘛无够紧。根据教育部资料，全台湾认证有过中高级会当教台语的现职教师，11324人；经过教育机关认定的台语支援教师3331人；无前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台语师资拢总14655人。不过，根据教育部112年公布的数据，111年度国小教资台语专长敢若4人，国中、高中有台语教师证敢若121人，显示专业的台语师资大大欠缺。补助也是讲来推动台语伫咧校园内面、大学的校园内面有台语的环境，安尼才会当有较侪学生会当较熟悉台语，伊才有可能去做台语的师培。台师大台文系的系主任认为讲，要甲台语师培人数扣好悬，上紧的办法就是让台语进入大学、进入生活。照目前台语师资三大管道，跨校合并，鼓励现职教师考台语认证，台语教师真试开阔，人力甲专业度拢要有改善的空间，请做教育部爱赶紧处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他所看这个新闻报道内面吼，就讲到。其实啊，咱即摆教学的现场吼，会出现这种情形，咱必须要真客观来讲，就是讲每一个语言要开始行这个复进的路吼，拢是会坎坎坷坷，吼，这是真自然的。但是重要性就是讲吼，敢若刮肉粽，吼，5月节要到吼，刮肉粽，这条线爱对倒一先牵起来，做倒一项代志，还是讲3项代志拢爱做，吼，爱做甲会交文。还是讲无咯，这条先扭起来。他早咱就看吼，内面咯一个上要紧的，就是讲咱的教学的资源人员是占咱的这个本土的师资内面上济，但是有通过本土语言认证的在学的这个在学校国小的老师才有10%，这样高中啊甚至还佫无到5%。所以头拄仔这新闻大你有看，咱照来照去，讲无就是你来夹我，还是我去甲恁夹，就无够，甚至小等可能佫有时间来讨论讲，无咯。虽然咱这是台语台咱也是在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之下，台语甲其他语言之间是毋是有资源？还是讲咱来设想讲，无咯，我亲家都无够，都拍歌。我这个语言我就爱大家平齐就发展但是就无法度伊就较细汉我就较大汉所以会产生资源禁用的问题。我问了真侪问题啦但是我要首先请4位想要请柯主任来咱讲他昨所讲的这个资源无够，到底是真正资源无够，还是假性的资源无够？要安怎来设想这个问题？好，拄仔看到上直接的问题，就是师资的问题嘛，师资上源头就是师资培育的学生，但是台语课、台语老师你上基本就是你也会当自然讲台语，这是敢若是上基本，你才会当佫入来接受师资的即个培训嘛。咱的台语要哪互伊？即摆的少年人，伊都无环境伊都无啥物讲台语的环境所以我感觉，那是以长远来看其实爱互台语转来到环境内面。我讲的环境是啥？譬如讲学校，即摆你咧国中、高中有即个台语课，但是出教室以外，敢若拢无大学嘛是共款，但是咱若是有一寡制度，也是奖励，互即个。台语转来到生活内面，譬如讲，咱即摆咧大学有 EMI 的课，就是以英语上课。咱安尼教育部敢会当有一寡资源，即个大学内面会当以台语上课。安尼即个语言会当较生活化，就会当较有学生会当去接受即个台语的即个师资培训。安尼4年、5年、6年以后，才会有较侪正式专业培训出来的学生来做这件代志。
啊，过来就是讲，目前现场已经咧芳的吼，咱眼前的即个问题嘛是爱小解决一下嘛。咱拄仔看着讲老师无够，但是咱嘛看着讲，目前有我拄仔看讲国中目前有教师证的，国中台语教师证的老师敢是100几个，但是咱即摆敢有开100几个课出来？嘛无嘛，即几年台语的课确实有开较侪，但是还阁是无够。过来有一个问题，就是讲，迄个开课吼，定定，因为阮身躯边有一寡学生要去考，我所以阮才知影讲，哦，伊可能到3月、4月，伊阁毋知影伊今年到底有倒一寡课，倒一寡所在会当去考。有开课出来。对，所以开课即种代志是毋是会当互伊较早规划？反正1年前、2年前，咱的规划的需求都爱出来。对。啊，逐个学生嘛，较会当感觉讲，我会当去规划我将来的即个生涯规划。就没有。对，啊，过来就是讲，咱有足侪教职人员吼，就是教学资源人员。啊，教学资源人员，咱看着讲占差不多1/5吼，这是足大的比例。啊，但是咱嘛知影讲，教学资源人员的即个伊的即个台语的专业程度其实差足侪啦。吼啊，当然，即寡资源人员足辛苦，但是我感觉资源人员的即个训练，即摆敢若30几点钟，啊，伊甲考过即个中国去，伊就会当去学校教台语，但是其他科目无即种代志嘛。所以咱若是讲要甲台语即个科目甲伊的品质顾吼，我拄仔讲的长的是要甲语言转来到咱的生活。啊，若是短期的目前看会到的，就是我希望即个课的需求的即个计划当较早公布的。啊，过来就是讲，我感觉教学资源人员的即个训练时数应该提高。主任，你头仔讲的即寡问题，我讲一个较坦白的，拢无找恁来做规划吗？教育部有因的专业啊，因为阮咧大学内面，阮还阁是有其他研究的。所以无做了，无请主任、请老师来做顾问就对啊。应该有别人做顾问。哦，别人做顾问啊吼。那老师呢？老师你感觉头段吼，我先整理一下吼，因为主任他所讲的，在座的人吼，我做一个统合者。第一，长远来讲，你爱转来到生活当中，社会也好。啊，也许是学校，吼，甚至还有一个奖励，吼，你大家种社会铺排啦，用社会语言学吼叫做社会公民处境，吼，爱互伊鼓励起来，吼啊，现场的教学资源人员嘛爱有某种程度爱甲训练，吼，training on the job， 吼，啊，互伊会当自我提升，啊，教学品质才会。老师，你讲看卖。其实啦吼，我感觉咱的台语教育啊，咱一方面甲看起来吼，是也有真侪问题需要解决。是。总是吼，另外一方面来看，其实进步真侪啊。因为咱的台语教育，咱会当讲，咱毋若是干那撩起过领尔，咱个吼造桥铺路啦，就是咱的台语教育。你看吼，咱伫1993年吼开始甲即个台语活动啦，吼列入学校的正式活动，但是迄是干那活动尔啦，无课程。啊，到2000年吼9年以前的课纲正式甲台语课啊列做即个国小的必修课程，有无吼？对，毋是正式的课程变成正式的课程。啊，2001年开始实施嘛，吼。啊，到即马迄当阵干那国小，吼啊干那啊，即马咧。就是2022年开始，就是111学年度开始，变各中高中嘛必修啊。你看，咱台语是一步一步一直在进步。有影，啊，那教育文化相关单位的台语预算啊吼，起码伫这10通年的之间啦，会当讲啊吼，增加100倍啦以上啦，增加超过100倍。哦啊，所以本地的台语老师的数量，你若甲看2000年迄当阵打开始实施的台语老师的数量，甲即马比起来吼，迄是有足大的进步。所以咱台语规个伫教育的发展啊，吼是一直持续咧发展的。所以啊，当然伫每一个阶段开始的时，拢会拄到真侪较乱的状况嘛。咱讲吼一开始嘛，吼一开始总是有会较乱，但是一直几年了后就会稳定。啊，但是稳定的时，咱要安怎？咱来去下后一步啦。咱想看后一步要安怎下？所以吼顶几年啦，咱大家拢咧讨论讲师资无够，但是吼教育部其实有规划3种师资要来3种师资哦，3种师资，一种啊吼是像阮台语文系所毕业吼，有啊去修师培，
吼，收小教啦，收中教的教庭，收了以后吼，去摕到教师证的，吼，迄种是第一种嘛，吼，迄当迄即种的老师啦，专业性上有教，安尼吼。啊，第二种啊是在职的老师，就是像讲国中、高中的在职的老师，伊只要考过认证考试中高级。因嘛会当来教呢，吼，来教本土语言的课程，因为因本地就是老师，因本地就知影怎教，因可能本地就有带班，所以因迄班家己来讲台语，学生囡仔较听会入去啦，吼，对吧？吼，这第二种，啊，第三种就是志愿老师，志愿老师呢，吼，摕到一张国小甲国中是共一张志愿老师的证书，吼，就是你摕到迄张国小、国中，嘿，就会当教，啊，若高中爱另外去摕高中的志愿老师，因为高中甲国小迄年岁差足侪，教法嘛无共款。所以我想啦吼，师资的问题会慢慢解决。英国先啊，师资遮欠，是因为迄拢还未毕业，对吧？第一种还未毕业，还未有期啦。第一种还未毕业，因为你培育一个老师可能要4档5档，对吧？吼，还未毕业。啊，第二种啊吼，还未考过认证考试，对吧？啊，第三种啊吼，人本地伫小学就咧教，对吧？啊，国中、高中啊吼，虽然迄个重点会较加一丝啦，但是嘛无一定人愿意换啦。所以啊，这是一开始。老师，啊，若是以目前来看，你认为要安怎如何来解决讲？我有当时开了无拄啊好，啊，即校甲即校爱合并，吼，啊安尼要安怎来马上来解决？还是讲这无咯？这着爱时间慢慢爱有人会当考试考调，啊，才有人来教安尼。就我的观察啦，哈，大概这几年师资的量的问题啦，吼，会大部分拢解决啦，吼，量的问题。所以但是我感觉更加重要的是后一步啦，就是后一步就是讲你有师资以后，你要教啥物？吼，啊，这个等下头拄仔迄个惠如主任、惠如老师讲的这个所在啦，吼，就是咱的台语教育哈，有法度甲咱的生活做结合无？对学生伫课堂上学过以后，因为咱可能即马一礼拜敢若一节课啦，对啊。啊，干那一节课以后啊吼，一点钟等于拢袂记的。对啊，啊你过一礼拜才来上，啊有当时啊吼，拄着考试，还是拄着什物校外教学啊吼，就个2礼拜上一届，3礼拜上一届，拄着风台都无啊，啊来就拢袂记了啊，啊休寒休热了，就爱去顶头开始教，因为拢袂记了，安尼嘛毋是办法嘛。对。啊，所以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吼，这当然只为规个大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毋是干那教育方面啦吼，对一部分来讲，就是一方面来讲啦，就是咱的台湾社会内底台语。哦，伫台湾社会内底，到底有法度用台语趁钱的有偌济啦？还是讲用台语做一寡文创的活动、文化的活动吼？还是讲商业的活动？到底有偌济？迄个量啦吼，冲起来！啊，我感觉这点这几年慢慢啊有咧起来，因为政府单位啦吼，有开始咧要伊这个物件，像文化部伊这2年有足济相关的活动，而且吼要鼓励企业来用台语吼，像讲餐厅用台语做menu啦吼，还是讲啊吼，迄企业用台语做广告啊吼，开始咧。老师讲了真努力吼，啊，这站吼，咱先后一趴来讲这，好，啊，刷来吼，老师你稍等咧，我要请2位吼教学现场吼，尤其陈老师，你做教学组长吼，恁拄着在教学现场，吼，有拄着啥物问题？啊，在座后2位专家吼，啊，大家来探讨，啊，有现场的人来请。大家好，我目前先回应就是师资解控的问题啦吼。这个观众朋友也是讲主持人可能会关心，也是烦恼讲，师资是毋是有无够的情形吼？我敢当讲吼，上困难的时阵已经过啊，哦，伊就是原无甲有，迄第1年甲第2年，吼，第1年是原无甲有，吼，啊第2年是本来敢若1年爱上，啊第2年变1年甲2年啊。拢爱上，哦，这上困难的时阵已经过啊，因为今年迈入第3年去啊，所以老师讲的无错啦，吼。对，无错吼。但是伫你师资讲教育的同时啦，吼，我感觉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当去关心一下，就是讲你资源敢有去平均啦，吼，你想讲伫台中市区，我们要找一个台语的师资，甲你伫客户的通行区，譬如讲丰原甲东市区，你要找闽南语。台语的师资，你难度可能是无共的，哦，但是你主管机关，你互因的资源可能是共款的，哦，但是因需要的协助程度可能是无共的，吼，这我们要关心哦。啊，第2个我们要关心的点，哦，就是讲，我们这的教学资源老师，有的是最辛苦的，工时间伊爱几啊间学校，挂课呢，对，2间、3间、4间，我感觉即摆的问题毋是讲欠老师，即摆的问题是讲老师拢有，但是我们爱抢，啊，
上课的老师会烦恼，吼啊，大家拢爱我去上，我敢有法度？吼啊，有啥人会甲我斗相共，甲我支援，互我有法度去每一间学校，吼去进行我的教学。所长，这是毋是啊？某种程度也是算作是老师无够，变做伊爱赶场，还是讲无咯？伊赶场，伊才有通啊靠这度来转加啊。但是伊需要人来后面来帮衬，替伊备课也好，啊提供资源也好，你认为都这种？当然，我认为讲何教授讲的是对的啦。吼，师资的部分是慢慢啊，伊无可能一档就拢总来补较济。吼，伊就是豆豆来，伊会渐渐到位。吼，但是目前，吼，有可能爱去讨论的是讲，其实目前可能一个老师伊分配2个学校、3个学校或4间学校是有够的。吼，但是可能伊的交通补助的费用，吼，啊，有伊的体力，敢有法度去负担？对啊，吼，这部分我可能要甲协助啦，吼，我们要甲想。所以就讲起来也是质甲量的问题啦，吼，这2个。啊来，黄老师，恁小学吼，照你讲吼，小学应该是9年一贯，那应该台语来讲，上无嘛10几档，伫台中市来讲吼。即摆发展啊如何？啊，现场的状况，在这2年有啥物大改进，还是讲必须要有突破的所在？好，多谢主持人吼。我所了解就是讲，过去9年一贯这个政策吼，所以咱伫国小的阶段，本土语文的师资吼，以量来讲应该是上充足的啦吼。啊，但是伫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催促通过了后，因为咱变成伫课纲了后爱去修改嘛吼，变成高中爱7年的、8年的爱来开课，啊高中伫迄个1年的爱来修2学分吼，以课纲来讲是呢，所以变成伊的需求向变放大的结果就是变成吼，以教学资源老师来讲吼，有一部分伊有一种想象，就是讲吼，我用去教高中试看卖啊，所以会变成有一个吼流动的现象吼，我有观察到。当然，这个流动的现象有当时啊，迄个想象吼变成现实了后吼，伊会感觉其实国小幼儿园是较好教，所以有当伊会个翻头转来。但是规个来讲就是讲吼，总量吼，国教署伊有委托真侪大学吼去做这个高中资源老师的精灵嘛吼，迄个认证的考试，啊，高中的部分嘛有，所以其实拄则几位老师拢讲到吼，就是量吼是当然无法度马上就满足，但是一步一步来满足。第2部分就是各中的现职老师吼，嘛有真侪人伊去考迄个认证，吼，所以伊虽然毋是咱所谓迄个第2专长的教师，但是呢，伊伫咱这未来这6年来吼，拢永远算是算合格的师资。也毋过伊有一个足大的这个危机啦吼，我嘛观察到，就是讲，因为国中甲高中伊是有分科，啊，所以有的老师吼，比如我是地球科学的老师，我考到中国级的认证。我会用暂时这几年教这科，但是我袂用专科。为什么我袂用专科？因为国中甲高中伊分科吼，伊专科伊有真侪相关的规定，甚至吼，我了解某一寡国中高中的师资吼不足的现象是啊，学校内面伊面对这个可能未来的超越，因为小组化嘛。小组化的现象就惊讲，老师爱超越，所以加互转去。对，伊惊伊转过了后，到时迄科本科，比如讲地球科学，也是国文科的老师当电脑欠，所以当伊无爱互伊转科，这种现象嘛存在。所以规个咱甲这几点来看起来吼，讲其实吼，伊牵涉到的吼有几个爱去思考啦，就是讲第1点若准是国小吼，目前看起来这个质甲量吼。应该是较无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应该爱鼓励搁较侪这个现职的迄个导师去教本土语言。为什么？因为考验老师吼，一礼拜一节课的效果真歹，较那熬教就是一节课尔。但是若准是导师吼，你一礼拜落长，含囡仔在斗阵吼，伊用足地这个指导的时间啊、生活的时间啊，多多少少迄个语言的用音吼，对学生囡仔的效果较好。但是若阵国中、高中吼，真正未来应该爱专业化。所以即马国教署伊嘛有希望有一个规定，就讲117学年度，伊即个国中的24班以上，高中22班以上伊一定爱聘请一位即个本土语文的专业老师，
所以这其实就是希望讲未来伫这个法令的规定要求这个学校一定爱开出来，无有的学校拢变成较被动嘛，伊就是惊迄老师超压，所以拢唔敢开。所以公告队也是有青红不接的情形啦但是我突然有两个问题要请教两位老师主任，他当然讲伊明显看起来有青红不接的情形，有的拄无拄好，有的惊转过了，佮惊讲到时阵小组化，佮变做会花去。敢有可能即摆趁即摆数位化的即个情形，咧授课的时阵用数位化来补强，毋是讲会当全部取代，来补强用这数位化，这头一个。第二个就是讲，咱甲我即个主任我有小可开讲着这是毋是会即个资源会去抢夺？就是讲我台语文我本地就较用，你变济化了后其他语言的发展像头拄组长也讲，我若伫方圆，伫大人，要找台语的老师，煞找无嘛有诶讲无喏，我家长我认为即马东南亚真重要，我无爱学台语，我要来学即个越南语，还是印度尼西亚，这两个问题来主任。好，我先来回讲第二个问题，我感觉这是较要紧其实咱的即个本土语言，咱讲久拢袂记讲伊毋是一种语言咱会靠讲的即个语言有英语有伊是叫做国语，是或者中文，因拢一种语言，佫有一种叫做本土语。问题是本土语伊毋是一种语言下骹有台语、客语、原住民语嘛，毋是一种语言伫咧小学的即个本土语言课，佫有即个新住民的语言，部分新住民的语言，迄嘛无一定是咱真正新住民的母语就是讲，咱即马敢若甲本土语言当作一种其他类其实我感觉即种做法应该爱搁重新检讨新住民的语言应该是都放伫外国语言来做选修啦毕竟本土语言资源有限，咱是安怎爱特别重视本土语言？就是因为咱家己的语言已经流失甲足严重家己的语言爱先救起来而且即个新住民的语言，伫咧因家己的国家拢是足用的啦这是一个。过来第二就是讲，咱台湾本土语言的内部嘛是其实。台语是上侪人讲的嘛，但是台语是安怎上侪人讲？台语伫咧中文，伫咧台湾普遍进前，台语是共同语，所以咱会看到足侪客人也是原住民语，原住民的朋友，因拢会晓讲台语，因为这是共同语，这伫咧多语的国家拢是安尼但是即马咱的即个进程，咱敢若讲即寡语言，因拢是爱平等，这就在我看起来是一个形式上的平等，这会造成啥物问题？就是讲。资源的互相影响，过来就是讲，咧即个咧行政的人，伊会惊讲我若干若顾即个，无顾到迄个，我会去用骂，我会去用骂，我安尼无平等，结果咧，大家拢无，大家拢无通。拢无通好好发展，无通好啉水啦。对，拢无通好好发展。所以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讲，其实国家语言发展法内面，伊有一个地方通行语的即个设计，但是目前敢若拢无任何一个地方要做即件代志。因为伊做出来就会去互骂，敢若讲，你若敢若主要定即个语言，无定迄个语言，但是我感觉这一定爱落实。若是讲即个地方政府，咱要要求因伤困难，但是我感觉讲，是毋是会当有学校是毋是会当有一寡即个权利，会当决定讲，伊要主要要推动倒一个语言，还是倒两种？我家己的囡仔是读客语的，所以我了解讲。其实对学校来讲是足困难，因为我咧台北市我资源较侪，但是真侪校长伊咧台北市的校长爱去互家长甲伊回讲，嘛袂当讲回，甲伊抗议讲，我的囡仔要学倒一个原住民语言，你无甲我找，你是毋是甲我歧视？所以我感觉应该爱有学校，互学校会当有一寡空间，互伊主要发展什么语言。即个语言当然是根据迄个地区。若是咧客庄，当然就是客语。你若是咧客庄，你是讲台语的人，你嘛袂当去要求讲你爱互我即个台语的老师。我感觉应该安尼做，无拢所有的资源拢会互相抵消去。会去相拍电啦。对，会相拍电。爱较勇敢的，主事的人爱较勇敢的。
做这做迄吼，爱主张。老师你安怎看？这个本土语言之间互相竞争啦，就是大家相抢资源，这是一个目前会拄到的问题嘛。像咱定定有当时伫外口讲话啦，讲台语就讲，你讲台语你无尊重客家人，还是原住民，但是你个想看嘛，所以讲华语就是尊重客家人，讲华语就是尊重原住民，敢若怪怪呢，对吧？是不是安尼？应该是鼓励大家拢来讲家己的本土语言啦，但是即马若讲伫教学现场啦，因为咱知影讲即马确实是选修嘛，就是咱会分一张迄个意愿表嘛，你要选到一个语言嘛，即马较惊的是学校班级行事，就是学校的行政人员伊感觉讲我来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手语，足麻烦的啦。拢来收即个就好啊。对，就是我学校无我规定啦咱全校拢收什么语言啦，还是讲我一年收台语，之前嘛捌听过我一年全校拢收台语，2年全部拢收客语，3年台语，4年就是徛个像的，对，安尼公平。但是这是其实是一个假公平啦，假公平的问题啦，所以要安怎落实？搁来就是讲有一寡市区的学校啦，市区的学校嘛咧话讲我找无台语老师、客语老师，所以我就会当用直播共学直播共学啦，就是用迄个电脑教室看电脑的方式去线顶学习安尼其实这种拢是你无找无啦，你无找当然就无嘛认真嘛。所以上惊是讲学校的行政人员无甲伊当做一回事，所以我感觉对这个问题来讲啦学校的相关的行政人员有要意这件代志无？这是真关键的代志。而且人捌要清楚。对，伊爱清楚知影这个物件呢第二就是讲对来教的老师来讲，伊应该爱有在职进修的迄个机制啊，像讲咱头仔讲迄个第二种，你是学校老师考过B2，你就当去教嘛但是你考过B2，咱知讲会晓讲台语甲会晓教台语，迄是两回事嘛。伫美国伫遐一般的一般的美国人嘛，拢会晓讲台语，讲英语啊，但是伊无再来台湾教英语嘛，对无？所以咱知影讲伊要安怎改台语教学能力甲抱起来，精灵啦，这最重要，应该是爱有相关的配套的规定啦，这是一个物件嘛。志愿老师咱知影讲伊的台语能力拢较好，但是伊的教学班级经营无一定较强嘛，所以嘛会当开一寡迄个班级经营的课，互迄个志愿老师来上嘛，就是咱欠啥补啥啦，欠啥甲师资已经入来啊，哪教哪学嘛，哪教哪就当解决这个问题安尼啦行政人员的意识的培养，就最重要，对。是，我感觉这是重要的问题。听老师咧讲听两位老师咧讲咱刷来开放时间，互咱现场的观众朋友来发问，有啥物今仔日互你问较饱4位互你问袂到的，来，咱来有人先举手，来，好嘞，来，咱麦克。来请。喂，柯主任、何教授、陈组长、黄老师，您好，我是台北育成高中的2年学生。我即摆有拄到2个问题，想要请问。头一个问题是，顶早伫台北市的本土研比赛的时阵，就有甲柯主任讨论过，所以这个问题上主要是要问何教授，请问讲伫国立大学。特殊选材这个部分敢若成功大学的台湾系有开，阁有联合大学的台湾系，毋过伊较重的是传播迄个方面，所以台语这个方面其实联合大学伊嘛无老师的培训，所以想要问讲，台中教育大学即马敢有咧规划讲，因为高中的某课程甲开落了，其实有发现讲，伫教学现场内底有学生对这个部分真正是有兴趣，毋过伊毋知影讲。成功教育大学敢若有开尔，阁开7个，其实对即摆高中生来讲数量是真少的，所以想讲台中教育大学敢有想要开？因为我看台中教育大学，直接问啦。伊教授内底足侪老师拢是感觉譬如讲陆家培教授、彭耀乾教授，也是何胜涵教授，拢是真有名嘛，有咧拍片的。我嘛有一直咧看你的影片，我嘛真介意你
第二个问题是想要问讲，因为我伫台北市嘛是青年委员，啊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讲有的学校伫考试的方面是用纸笔的方式，啊有的学校是用报告的方式，互高中生去发现台湾的文化、台湾的课程、台湾的真侪无共款的物件。当然，这造成的效果嘛无共。纸笔测验的方式，互学生认为讲台语就是用背的、用读的，就是安尼尔。所以我感觉讲报告对高中生来讲是较好的一个方式。啊，毋过伫咱即摆的法律来讲，伊无规定讲老师要用倒一款方式，是学校讲啥就是啥。啊，四位老师对于即个问题有啥物款的想法，有啥物款的方法会使去改变？好，来，咱通问通答，其他的观众朋友在场的，还佫有举手想要来问问题，咱一摆互你问起来，啊，才请老师来回答。咱还佫有无？咱第一文化学会协会，来请，来请。主持人，是，四位长官，大家好。我本身是为91年的时阵，已经摕到志愿证。到92年，到即马一直都无离开咱的第一线的教育的现场吼。是。这2年咱来开放，互国中甲高中的来选这个教育部这个必修的课程吼。第一年我大部分拢教高中的，但是咧。第2年大部分拢教国中的，为或者拄开始教的时候，幼稚园嘛捌教的，幼稚园吼，国小也捌教过，国中也捌教过，高中也捌教过，佮暗时夜半嘛捌教过吼。哇！甚至就是讲有当时啊，像60的啊，一般教资源者嘛拢有啦吼。我的想法是讲，头拄何教授讲啦吼，讲资源人员对班级经营的。较弱，无一定哦。我昨下才看一篇文章，伊讲一个老师，一个物理老师，伊讲伊对教物理有足大的热情，但是伊去到第1场才发现讲，伊煞爱先教人，因为囡仔根本都无要读嘛，所以伊爱甲遮囡仔调整好，才有法度教伊的专业知识。伫阮遮我嘛是共款，其实为虾米会找无老师？第一，爱先顾不到嘛；第二，才顾辅助。你今仔日你若互老师趁袂饱，人不爱。我所知影，我有足侪资源老师拢足优秀，甚至已经有摕到专业。但是若伊歹教，伊好好家己互伊一节尔，伊是要安怎教？伫台中市，互伊3节4节，你是要叫伊安怎生活？伊无法度生活，伊只好退休嘛。哦，所以毋是无人才呢，毋是袂晓教呢。过来。阮遮教20通年的人，我要写汉字，我有法度写汉字；我要写罗马字，我有法度写汉字。我要安怎找资料，我拢有法度。但是拄考掉遮，伊敢有这个才情。所以老师他讲了，爱哪学哪教安尼啊。我是讲吼，嘛是遮资源人员还阁真好用啦。因为我听起来，咱遮在场的4位老师拢是在职的。遮在职的老师，咱教育部嘛是拢教迄个。大的迄个有利甲福利拢放伫在职的，这资源人员还阁足好用的呢。是，毋好甲因拍无去吼。你的心声我有听到吼，时间有限，我先两个咱先请何老师，他先甲你点名其他我再来破坏来请。好，咱先对这个头拄讲的资源老师开始讲起啦。资源老师其实伫台语一开始咧进入学校内底，2001年开始就开始大家做伙真拍拼啦，真有热情。所以这个资源老师对台语教学来讲，一直拢是到即摆拢要是，一直拢是真重要的一部分安尼啦。其实咱对资源老师的重视伫政策方面啦，一开始对260块开始1点钟，到变320，但是资源老师的迄个就是钟点费啦，其实有一直咧增加。到尾另外一个就是资源老师伊资源一世人嘛是资源，伊无法度变正式老师这个问题。到尾大家嘛有考虑到，所以有去修改迄个教师法的第81条，所以就是变成讲资源老师即马只要有大学学历，伊会当进修了以后，就会当变做正式老师。
过来这个进修的费用佫伤悬，所以教育部就佫讲安尼志愿老师啊若要上这个班，我甲你补助学分费安尼补助甲你有感觉安尼啦有感啦所以其实对志愿老师这块毋是讲迄个政府无重视嘛，毋是讲教学现场无重视，迄是一步一步一直有咧贴起来安尼，所以绝对毋是讲无重视志愿老师安尼啦这个部分，就是讲大家拢爱精进啦就是不管是志愿老师还是正式老师拢爱精进，这是志愿老师的部分啦另外一个就是讲要开什么课？特殊专才，特殊专才课，其实即马咱像迄个师大啦，像阮中教大啦像专大有6、7间学校，因拢有开各种无共款的班。第一种班就是讲中教师资班，就是你来读阮学校就师大，我是讲这6、7间学校啦。读这个学校的是你会当先做收师培，师培有小教甲中教，小教就是教小学因为小学是包班制，你啥物科比较拢会当教所有的科目。中教你就是会当教各中高中教各中高中。另外嘛有开志愿老师，我头仔讲的，互志愿老师有机会变做正式老师的，迄叫学士后的迄个课程，就是学士后的台语班安尼所以志愿老师会当来修这种有民间有一个称呼叫美班啦美班有这种课程。在职的老师嘛有第2专中班，就是伊修了以后，伊会当伫伊的教师证明顶去注明讲伊有迄个台语专长，台语专业专长安尼。所以即马其实有全台湾北中南东有6、7间学校拢有咧开即款的班安尼。谁若毋敢达县市拢甲开，达间大学拢甲开，是因为考虑到讲未来咱已经囡仔愈生愈少啊嘛。迄老师出去，你学校聘一个专任老师，你爱保障伊一世人。若是说大家拢开到尾我学校无要开课啊。无开遐济课，逐间学校拢开逐年佫培养出来，遐个老师要去倒安尼所以伊有考虑到迄个总量管制的问题啦毋敢开伤济，但是全台湾至少有6、7间学校是逐年拢有开，你头仔讲遐，我头拄讲遐个班安尼啦遐个班安尼另外一个我给你带来那个另外一个就是考试的方式问题考试的方式问题，即摆咱的课纲课纲都有规定讲，咱是多元评量就是讲意思就是讲，老师无一定要用什么方式去考试啦，你感觉用什么方式考试上适合？所以迄是迄权力伫老师顶头，伫老师手头，伫老师手头，课纲已经加偷棒啊，就是讲，因为咱的语言的目的甲人无共，你若去看迄个台语的课纲，台语的课纲是讲伊课纲一开始就写讲，咱的即个课程的目标是要复振本土语言，就是要互台语佫活起来啦，为着要互台语佫活起来，所以伊毋是考，因为考就有牵涉到考试，你的老师就敢会当教考试的部分尔，伊就袂当去甲生活做结合，所以课纲的设计就是讲，你会当老师会当针对你的想法、你的需求去设计你的考试、你的教学。这就可能爱甲现场的老师沟通，所以爱甲现场的老师去沟通安尼啦所以我想啦，未来社会的内容啦愈来愈多，像讲影视方面的需求啦愈来愈大啦，还是广告啦、文创啦需求愈来愈大，安尼学校的教学的内容嘛会愈来愈多元、愈来愈丰富才对。大概是安尼。主任，头拄校园朋友也讲到，除了必须以外，这个专才、粗才专长粗才，虽然是台中教育，伊咧问你啦，讲恁下咱无开啦，无伊想要来读啦。特殊选材啦来主任来这个同学伊其实问的是一个大学入学的一种管道，或者特殊选材，就是讲有的科系安尼开嘛，就是伊这个譬如讲地理系有的高中生考过迄个地理的奥林匹亚，伊对地理特别好。别科无迄年好，伊用这专长起来考试专入来这个同学咧问的就是讲，恁即寡台语科系乃无大家拢开即个特殊选材啦你的问题是安尼，我要甲你报告的就是讲，其实毋是每一个科系，不管是毋是台语，毋是每一个科系伊拢有开特殊选材啦，因为对大学这边来讲，阮嘛是会希望讲，我想足侪迄拢共款，就是希望讲。卖伫个大学入来进前未入大学就定落来，就定落来，迄嘛无需要安尼，因为阮看起来足侪学生，伊其实入来以后，伊的发展甲伊进前差足侪，伊家己嘛想袂到。所以无一定讲爱有特殊选材才是好。过来就是讲，但是确实是有一寡像咱即个同学共款，你伫个台语你有特别好的发展。咱即马有真侪入学管道嘛有迄个
就是申请的管道是最近足侪学校就差不多咧放榜。啊，即个时阵，其实你的即寡资料，你的备审的资料内面拢看会出来。啊，每一个学校会看到你伫咧倒一个部分，你的专长较好，符合伊迄个即个背景的时阵，嘛有优势。是，吼。老师，你有想要补充一个？好，安尼我补充一个。我你讲一个。就是即个特殊选材啊，吼，其实特殊选材，你若是讲台语方面有真侪表现啊，吼，你来推荐真试。推荐真试内底就拢会呈现啊，对吧？像讲吼，即几年啊，我相信另外一个推荐啊，推荐真试啦，吼，推荐真试毋是干那看成绩尔，推荐真试是看你过去的表现。所以吼，像讲若有人来就还未入学，就考过美土中高级以上的认证考试啦，吼，也是讲啊吼，你有参加过全国语文竞赛有得奖啊，也是你伫高中的时代就出台语绘本啊，吼，也是你有啥物台语真特殊的经历啊，吼，安尼啊吼，大概就是其实你伫推荐真试内底嘛拢会调啦，吼，迄个特殊选材其实无啥物无共吼，应该是无问题啦，对不对？吼，是。袂干那看成绩啦，嘿。哎，因为啊，剩10分钟吼，我会先互两位吼有一个发言的机会。咱在这教学现场有需要教育部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甚至是民间团体，大家共同来拍拼的方向啊，甲问题无？哎，老师。好，就是第一个，我感觉是讲吼，我感觉学生囡仔伫学校内底咧学任何的课程，上重要，我感觉是家长的观念。哦，即摆毋讲拄则现场咧讨论讲吼，囡仔要选新住民语言，还是讲客语，还是讲原住民语，吼，有的家长吼，伊毋知影国家语言发展法，伊的精神是讲要传承的文化甲语言。家长拢认为讲，这可能是一个社团的活动，哦，所以迄单啊分落去，哦，伊看遮侪语言会当选，伊就选一个，啊，这看啊，这趣味的。哦，就来选，哦，所以我感觉讲，所以我感觉上重要是家长伊的观念爱正确，吼，啊个社会观念嘛要正确，就是讲，阮咧学语言，毋是讲凊凊彩彩学，吼，互你欢喜学啥你就学啥，我们爱去想着讲，我们要传承一个文化，甲精神伫个，吼，爱做谨慎的做选择，吼，那你家长有即款观念，社会即款观念，囡仔会咧感受着，吼，伊得认真去学，吼，这是。哦，只有拄着讲，单啊，互伊爱叫伊鸟一个上趣味的安尼。哦，啊，老师呢？好，我的看法啦吼，大家帮参考着讲，遮侪年来吼，虽然国小嘛推销本土语言遮久啊吼，看起来效果算袂歹，但是嘛有一寡不足的所在，就是讲，大环境吼，就讲咱即个社会，不管是有一寡社会团体，甚至有一寡较用迄个政治意识去看本土语言的推销的一寡团体吼，伊有当时会用一寡吼。表面上毋是这个理由，但是伊会去甲你过东过西，吼，伊就讲啊，比如讲国中要开课，伊就讲啊，国中要升学，所以呢，无适合搁增加学生的负担，不应该增加本土语言的开课。你看，所以108课纲当年是无本土语言开课的现象，高中嘛无，对无？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咱嘛爱真感谢社会团体吼，也是讲大家爱共心吼，来共款甲这个代志吼。行向就是讲，希望伊一步一步吼来正式开课。所以咱即摆看到一个好现象，就是讲国中已经有2年来开课啊，高中有2学分。虽然咱阁无讲真满意，但是这总是一个好现象。所以我会望讲吼，咱应该爱先甲这个师资的量吼，先来甲满足。啊，第二吼，咱来为个师资的这个品质啊来甲要求。哦，比如像拄则老师有讲到，比如教学资源老师的一寡教学品质吼。毋是因教学品质无好，是因有当时啊吼语言专业，但是呢，可能伫因以早迄个其他的工课，伊无一定是教学嘛，所以伊会用就这个教学专业来加强。啊，咱现职的老师虽然伊可能有教学专业，但是伊有当时啊吼，迄个中高级吼，实在是勉强考过的，伊的语言能力无遐尼好。咱就就这语言能力部分哦来甲加强吼，我感觉哦，就讲任何代志哦，拢毋是绝对的啦，吼，就讲毋是讲资源老师就一定是对一个袂晓教，也是讲现职的老师就是对项教了无好，就是讲就咱家己较欠缺的部分哦来加强。最后吼，希望讲这个开课吼，就应一步一步为国小、国中、高中全面开课了后，正做一个吼，较社会。吼，拢来满足的这个气氛，互咱的本土语言的学习吼，
变成一个较全面性的，安尼吼才有才调吼，这个学习吼有一个较好的成果的表现。老师讲有这个全面性吼，我要来请教理事长吼，理事长，来，咱麦克吼，理事长，理事长你来讲吼，关于着这个全面性吼，咱民间的社团吼，爱扮演什么角色？爱当甲咱学校，还是讲这个社会上来互动来做一个这个拍拼？台湾是眼界嘿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请讲。全国好，啊是，台语出头天。阮是民间的团体，嗨，今仔日会当伫遮，甲大家共同来探讨即个台语。是是是，心肝内万分的感谢哈，嘛真欣喜。当然推动台语即条路歹行，但是阮毋惊，陪同阮20几年来，台中市台语文化协会也都是4位教授所讲的，推动的路真正无好行，惊阮袂晓教，惊老师无教，但是我专门咧冲头前的。所以理事长你即摆拢毋惊啦？对，我教台语呢，一直教社团教到2年前，就是去年开始，我就换转落去斗培养师资的考试。所以呢，阮的成绩真好呢。顶2期阮考过20几个，大家拢有法度去学校教，这就是阮拍拼的成果。我一直推动即马无限定是教学啦，因为你看新眼界，目睭拍金，就是爱甲咱的台语全面化，互大家拢会晓讲。甚至呢，每一个人拢听有，正讲好听阿母的声音。咱若阁毋出声，强行别日啦，咱就无得听。所以大家一定爱甲我共款，无论你行到倒位，做头前，我当初呢学校考着，就是甲迄个拄则第一个发言迄个老师共款，学校毋敢请阮哦。我甲你请吼。嘿，即个时阵我爱想办法。所以呢，校长讲，你也有一个团体啊，你要发出声音吗？但是阮袂使抗议台语的品质，介在咱安怎去推测啦？为什么讲？你讲出来台语哪会遐尼好听？吼，别人讲的哪会无共款？当然，这甲转调一直甲啥物拢有关系啦，吼。要讲的就是讲，伊讲爱有一个团体，所以我才来创立即个台中市台语文化协会。那么我就开始办呢，我甲所有学校拢集合我来办演讲比赛、办广告比赛、办歌谣比赛。老师嘛有斗3工，所以呢，我就感谢过去陪同我行这条的路的人，一直甲来学校推测了，过来我是咧办迄60，办60是面对的是阿公阿嬷嘛，55岁以上的嘛，对毋对？是。这个时阵呢，我向教育部请，全国有360几间的60，只有我用台语落去请。哦，真好，真好，所以我的教学呢，包含任何的科目，你只要会晓讲台语的老师来阮遮，就是用台语教学。所以吼，那有志一同吼，来台中，咱在地来参加理事长咱的文化协会的活动也好，还是认证也好，课程也好。吼，对，我足重视的，重视咱的台语，为什么呢？你若阁无推测，毋若干那无去，花去，我讲无得听。理事长，我来讲吼，以后要定定上咱的节目啦，吼，多谢，好，谢谢。因为时间有限，我必须要互所有的来宾吼，先每讲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来，主任。好，我感觉上要紧，咱目睭即个眼光看好长吼，台语爱转来到咱的环境。生活当中。对。这生活当中吼，到底政府的政策应该做什么铺排，才有这刺激？其实我感觉这个代志无啥需要开钱吼，较一直宣传，过来就是讲政府的头人，伊伫咧公开场合的时阵，应该爱讲伊家己的本土语言的母语，对，这个示范作用足重要的。是，来，侯老师。
好，我感觉会咱分3部分来讲啦。对政府方面啊，吼，上重要的就是讲要营造一个台语的丰富的台语生活环境啦，吼。啊，但是伫教育方面啊，吼，啊要安怎甲这个愈来愈丰富的台语生活环境互相配合，这个教学的内容，这是政府方面会当去思考的问题。啊，伫老师的方面啊，吼，咱得思考讲啊，吼，咱的教学啊，吼，会引起学生的兴趣无？学生上了以后，敢会感觉台语课是趣味的？20年后，伊安怎回想咱的台语课，对吧？吼，这是老师爱思考的问题。自我成长、自我进修，哦，啊，但学生的部分呢，我要讲的就是讲啊，吼，台语伫未来会愈来愈强呀，愈来愈发展，所以啊，吼，你阁唔学，就已经上班啦，所以吼，台语新时代，大家做回来。还是来请老师。我认为吼，要提升台语的人口吼，毋是干那学校的责任，毋是公司的责任，是大家责任，吼，来大家合作，吼，来提升吼讲台语的文化甲语言，吼，然后彼此尊重。是，老师。好，我感觉有3个方面啦吼。第一个是法规面，就是望咱政府吼，伫各项有关这个本土语言推广的这个法规吼，定时来修正，啊，慢慢啊，互伊变成一个较全面化的推广。安尼对于咱的这个教学的效果吼，伊有一个延续性嘛。吼，为国小、国中、高中拢有延续性。安尼伊学生囡仔嘛较会重视，家长嘛较会重视。啊，第2方面就是学校行政，就是讲吼，不管是做行政的，还是做老师的吼，咱就讲伫教学的过程当中吼，尽量想办法吼，互咱的教学吼，产生一寡效果。当然，语言爱教，文化爱教，但是呢，趣味性嘛爱教，莫互囡仔吼对这个语言吼生疏怎去排斥，吼，这就较歹啦吼。啊，第3部分就是讲吼，社会啦，吼，就讲咱应该爱有机会吼，多去和家长去沟通。吼，互因知影对这个本土语言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台湾新眼界吼，今仔日哦，这个场合啊，真欢喜。社会、政府、学校，乃至到咱个人的生活，甲家长，咱大家有共识，咱大家爱讲，真容易讲，啊，真接听，头人啊讲做习惯，啊，政策铺排，咱才会当来营造咱全面性、咱台语的环境。今日。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感谢各位，谢谢，感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哎，感谢146，谢谢哦，谢谢，哎，老师，谢谢哦，谢谢，好，感谢，谢谢。